加速吧。原來我已似那白浪之巔墮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不刪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該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已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夕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來煩住你，若覺得將這雜印加注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